所以，这款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因为你赐福阮，赏赐阮平安喜乐，也阮有甲你相结连的机会，将阮家己的困难甲欠亏带到你的面前。阮知影，阮人无法度决定一切，但是阮当阮甲主相结连的时，阮就有信心甲气力，知影你甲阮插甲同在，帮助阮通过你话语得到气力、信心甲方向。伫你面前，阮恭敬将主你的话摆在你面前，愿你亲自对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来启示你话语其中的奥妙。安尼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伫过去半冬偌久，咱拢做伙用共一本这个约书亚记来做伙分享主的话，叫做征服人生。那最后，这个征服人生，伊上界重要的中心的主题，是要帮助咱兄弟姊妹。安怎通过圣经约书亚带百姓入去迦南地，做故事一段一段经历无共款，用因的故事来看咱的人生，用因的故事所拄到的困难挑战，上帝安怎同在，互咱家己的人生就亲像咱的人生咧行旷野，咱的人生咧过约旦河，咱的人生要入去迦南地，咱共款有挑战，但是迄个挑战是咱个人家己要面对。所以，咱用约书亚因的见证甲记载，上帝同在，真侪咱的帮助。这个月7月已经进入到咱一年度的下半年度时间咧过真紧。我咧甲遮的长老小会员咧参详，讲下半年的这个分享的信息，要主要是过一遍倒转来伫咱教会起造门徒的操练。以及传福音的热情，这种种的方面，咱要做伙伫这个所在来对找，咱要做伙伫这个所在来追求共识，咱要安怎伫咱的教会的中间，看见上帝将这个美好的圣殿赏赐咱，咱受差遣，也是受呼召，做伙伫即间的圣殿，伫富强教会做主的百姓。咱有甚物款上帝予咱的意向甲任务，咱所应该做的事是甚物？对遮我听年轻执事的祈祷，心内有足大的感动。伊咧讲，求主帮助咱，互咱毋只干是看见即个美丽的圣殿甲建筑物，咱更较要紧的是，咱来起造咱本身。咱本身这个属灵的殿，这个肉的，这个有血有目屎的，这个有感情的，这个有上帝灵同在这个殿，爱甲伊相匹配。然后咱伫众人咧看见咱的中间，知影讲这间礼拜堂毋是外在水哦，内面的兄弟心更较水。因传到伊的热诚，更较互人刮目相看，安尼才会当相匹配。所以对7月开始。我伫今仔日要用这个主题，甲咱做一个呼吁甲提醒，就是咱伫这个时代，上帝有甚物款的任务要互咱，咱通看见咱伫这个社会的这个人情世事，伫咱台湾的社会发展中间，有甚物上帝互咱的调头，咱都要把握迄个机会。昨昏我咧听新闻，有听见一句话，感觉讲，这有影就对。伊讲哪呢？伊讲，这个时阵拄好是咱台湾二期稻作插秧，就是讲播种的时阵。安怎？用这个时阵呢，上惊什么？上惊迄个福寿梨啦，福寿梨吼，若烧瓦来吼，哇，迄个稻的叶吼，哇，上油上好食，哇，像咧食生菜沙拉安尼，吼所以迄个福寿梨食，哇，到尾就剥袂出来。所以呢，咱有真侪地方的政府讲来研究，有人若捡1斤2斤的福寿梨来交吼，要收你奖金，哇，足济，才会做事人讲，安尼袂歹，搁趁一寡外劳赶紧来捡安尼吼。是啥意思呢？迄个时机上帝，互咱的迄个大自然拢有伊的时机甲调头嘛。播种的时阵，时间到啊，咱赶紧爱饮水，上帝赏赐咱雨水，所以即个2期的稻作才当顺序，
迄福寿咧爱甲除掉，才袂互伊食了安尼啊。啊，所以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你若有生活体验，你就有即个调头的即个有感。啊，即个有感若愈敏锐，你就愈会当适应即个社会就对。就亲像你咧做生意，啊，即个时阵即款产品就已经无人要用啊，啊，你搁做较欢喜较，像阮兜的产品上好诶，啊，毋过出去都无人要买安尼。啊，所以时代有啥物调头？啊，咱富强教会上帝啊，咱起造设立伫东府的所在，互咱啥物款？个福音的好调，就是咱今日所要学习的吼。啊，所以咱拄则咧有读过圣经站咧，啊，咱拄则已经读过，毋知即个动作法度叮当请当当跳过来迄个主题所在，经站吼，咱拄则有读过马太福音第16章1节到4节吼，啊，我请帮忙即个走袂叮当吼。咱直接到迄个大纲就会使吼，但迄个圣经节吼，圣经节目前吼，先到后壁面好无吼？到后壁面是主耶稣伫即两段经文中间，是对即个即个原则的一个宣告。而咱拄则有先读24章，啊，过来是读16章吼，啊，咱伫迄个教理下面吼后壁迄个主题的所在，啊，标题的所在，搁落伫好无？继续，再下去，再下一页。啊，主耶稣先要做宣告，伫咱的24章的所在啊，经节啊，有即个所在，伊伫24章32节啊到33的时阵吼，主耶稣就是讲着爱对无花果树来学习啦。啊，迄个时阵拄啊好是。啊，耶稣咧讲道理的时，拄啊因迄个时阵吼，拄啊因迄个所在，拄啊好无花果咧开花，无花果开始啊，咧收拾，咧种植的时阵，啊，所以伊就是啊引起人的兴趣，因为这咱台人生活伫即个空间咱拢知影，就亲像咱台南市啊，到某一个时阵，咱迄个路的迄个花会开。啊，黄花风铃木会开，啊，到啊，咱会啊，迄个凤凰木就红起来啊。哦，迄个时间时机拢有一个真特别的迄个时刻。啊，所以耶稣就用着无花果树来做比喻，啊，要引起人的教导。但是无花果树是一个教材啊，重点是啥？重点就是讲一个警醒，要叫这当时听伊讲话的人有一个警醒。咱看下子啊。当因为伊咧讲无花果树学习的进程呢，伊伫马太福音24章的29节到31节，吼，咱是32节开始读嘛。头前一段是咧讲啥物呢？就是伊宣告原则的讲。哇，原则啊，甲无花果树差遐远啊！到底是安怎要来讲这？因为无花果树大家拢知。啊，所以伊当咧讲耶稣基督要搁再来，迄个原则的时刻到的时阵，大家看这真去想着咧。啊，所以人子要搁来的信息就伫遐来讲出来。下一面，咱圣经在比较有写吼，伊讲，即个灾难的日子一个过去，日会变黑暗，月袂发光，星会对天顶落下来，天顶的光体拢会摇转。哇，讲即话，假是咱无法度理解吼。几日前咱台南暗时的阵啊，弄一个，大家紧张，讲到底是咧爆炸啥物？啊，两三声就无去啊。啊，原来讲伫咱的即个附近吼，有5级的地震，吼，有5级的地震。啊，所以呢，真正，互咱感觉讲，敢一顿几个咱就紧张到要死啊！耶稣讲吼，迄个时阵若到呢，日会变暗的。月袂发光呢，然后乌天白暗就对啦。讲星会对天顶落来，啊，天顶的光体拢会摇转。啊，这是一个互咱无法度能够理解的迄个时间。啊，讲迄时人子的调头会伫天顶出现，人子的调头，人子出现就有即款的现象啦。讲地球万族万民拢会依靠，迄阵无人会笑就对啦。啊，拄着遐尼大的迄个大自然的变化。
什么人笑会出来？然后哀哀叫就对啦。咱伫台东吼，一只迄个捷运吼，一只两次尔吼，几百人哀哀叫啊。何况讲一个大地动，天乌地红，人袂惊吼。啊，所以才讲，因会看见人子充满关联甲大烟软坐天顶的云来。耶稣讲这个，互人感觉真惊奇的一个语言，了后才来讲无话可说。因为这个无人知嘛，这个无人拄着嘛，你要让互人感觉会有影无？啊，敢这个会来无？讲你看无话可说就知。吼啊，所以，还是对第几啊？讲伊会吹伊的天使，分响亮的喇叭，对天的这边到天的迄边，对四方组织伊的选民。讲吼，天使吼，会分响亮的喇叭，哇，响亮毋是咱人的喇叭咧，是天使咧分哦。讲对天的迄边到天的迄边吼，啊，拢伫遐组织这选民安尼，组织这选民啊，所以耶稣讲迄个灾难的日子若临到。啊，迄个耶稣的日子到是大灾难，啊，这是咱有普遍的理解，主要搁再来的一种足惊奇的自然现象就对啦。因为拄则咱读的这段伫遮，伊讲日会变乌暗，月会发光，星会对天顶落过来，天顶的光体拢会摇转。耶稣来照着这个现象来提醒，就是讲。咱好好准备一只来迎接人子再临，人子再临的时刻，才会知影。这个也是印证上帝捌应允的时刻，对啦。上帝应允的时刻，因为人子再临，这是一个天大地大人类这个上终极的日子，咱大人拢爱面对。即摆风台来。咱台湾惊台湾的，日本的惊因日本的，中国福建惊因福建的。好，哇，足侪人拢感谢主，咱台湾闪过一劫迄个风台偏对北边去，毋过偏就无偏，咱台湾是安尼心肝搭者好佳哉，毋过偏一个中国真惨啊！意思是讲，有时迄个大灾难，有时迄个风台。透对日本灾受灾殃，透对中国的人受艰苦。咱只敢会当用同情的心，咱有法度直接去到遐甲因救啊，甲因帮衬啊，亦叫咱甲因奉献啊。但是耶稣再来，迄是全世界的人，就讲自救不暇，就你家己无法度通顾别人啊，你家己就敢若你家己会顾的就较要紧啦。迄个时间是上帝互咱迄个念头，或者马太福音。16章第3节，耶稣用这个譬喻甲咱，伊讲天会有风雨，谁人要有风雨？因为咱日常的生活习惯就知，因为天色暗搁红啦。有暗搁红，你就知影伊有风雨要来啊！这是咱讲智慧，咱生活的智慧，特别咱老一辈较早无迄个。警报啦，也是讲迄个天、迄个气象报告通互咱看，所以咱老一辈特别做事人，包括阮的故乡土海人，足够看云哦。迄个云有啥物款的变化？迄个云的色有啥物变化？伊拢随知影讲哦，爱细字啊，雨要来啊，风要来啊，赶紧若有拍啥物物件，赶紧收。要种做啥物赶紧补雨。下一页，马太福音16章20到30，耶稣讲。风雨的时，恁讲明仔载会天好天啦，因为天色红。早起时你来讲，今仔日有风雨，因为天色暗搁红。而且所以呢，主耶稣照着观察天上的预言呢，教训这的法利赛人教训这的法利赛人，因为呢，甲撒都该人，耶稣用这天色，因为这的人要来甲耶稣讲你做一个新约互阮看，对无？在问讲新约是甚物代志？耶稣讲新约是特别上帝干涉啦。毋过恁逐日咧看拢有新约，恁无咧注意尔。
伊就用这天象讲，恁若会晓看这条头，你就知影上帝伫中间咧做工，上帝伫迄个中间咧运转啊。啊，所以恁真会晓观察天色，却袂晓洞察这个时代的条头。好，这意思就是讲，哇，这个世间的大自然变化，恁看啊足耐。什么时候应该准备？什么时候爱收衫裤？什么时阵爱静坐？什么时阵你应该做有备？你拢知影。但是恁煞袂晓看这个时代有啥物变化甲调头，啊，恁爱赶紧注意啊！但顶礼拜牧师无伫咧啦吼，等于倒位呢？等于平湖啊！我要转去的时阵吼，风台打过，我想讲安尼袂歹哦，风台过应该是好天哦。啊，无想讲等于到平湖了，哇！搁另外一个风台玛利亚讲要来啊！哇！迄阵是讲我都袂使随走的，因为爱做礼拜啊。我咧7月初8爱讲道啊，吼。顶礼拜日我伫平湖讲道，啊上午嘛讲道煞来拍算啊，吼。啊礼拜日呢，其实礼拜三我就想讲，这时间时势无好势，赶紧来，咱走就走。啊若无吼，会关在倒。食牧师讲啊，你介好啊，佚佗吼，哦你休困较久的安尼就对啦。讲叫我休我风台过才转来。但是我想讲吼，这袂使，这若真正关了到地，有是规礼拜的，吼，不一定今仔日我就袂当伫遮，啊，所以呢，拜一哇，就赶紧去机场吼，登记讲我要候补，啊，人有位就要坐啊，哇，一个去排队吼，一只飞机载18个啦，但是我候补第20号啦，你甲想讲20号是要哪排啊吼，啊，就乖乖啊吼，甲阮7米的一个长老，伊赶紧要来台湾讲，啊，无安尼吼，咱下昼坐船吼。赶快搭船，因为船载较侪人起来马公，马上去机场，啊，机场去遐开始甲登记落去。啊，因为马公哦，常常会有受到天气变化，所以因迄个所在机场啊，有一个叫做联合候补。联合候补的一个电脑就对了，你去就甲你的资料输入，伊就照次序甲你排，哈，好。飞台北的、飞台中的、飞台南的、飞嘉义的、飞高雄的，拢甲你排好好。啊，你若排高雄，伊就照你的顺序甲你排。好，这架飞机准备要飞啊，时间到啊，已经截止啊，啊，佫有剩5位，伊就叫头前5号来报道安尼。哇，大家拢伫遐等，拢唔敢走安尼。啊，阮就对下昼2点外开始坐。哇，高雄的票拢无啦，台南嘛拄啊好差2号，要倒来台南讲差2号，啊，就无啊。了啊，最后一班吼5点外已经无啊，啊，所以阮就开始甲谢牧师讲，谢牧师可能阮来带延暗来带妈讲带一暗嘛安尼啊，吼，啊，就准备暗吼，啊联络啊，迄个妈讲的迄个教会招待所讲无位啊，就对啦，讲啊无只好呢，啊去找看有女舍无，啊因好安尼甲问好啊，但是哦，无愿意放弃啊，像啊较暗吼嘛是着等啊最后一班看嘛呢。因为阮甲阮做伙出来，这长老伊一个孙啊，查某孙啊，7、8个月尔，啊，互老母抱的吼，我发生车祸，迄囡仔钱一个吼，哇，迄细汉就去骨去互伤着，去带家后病房，啊，算急甲讲无来袂使一安尼啦吼，啊，真正等啊到9:45，最后一班飞机啊飞来高雄，啊，然后到对高雄呢，啊，赶紧搁坐暗车吼，转来到台南，转来到厝已经。12点过啊，就对半暝啊吼！啊，这是阮平湖人吼，在交通上哦，我袂感觉足奇怪，伊这是定啦拄着啦吼。啊，可能一寡人感觉讲哇，这真忝就对。啊，因为你已经习惯这个生活，你知影这个代志，所以你都要有备嘛。啊，不过这个风台要来吼，你若无迄个紧急要坐飞机要坐船哦，你得让欣赏到足水的大自然的景色。啊，所以拄啊风台前呢，哇，阮7米迄个小岛吼，伊拢无厝遮的嘛吼，啊，迄风景就足侪迄个云彩吼，啊，咱来看下面几张迄个云彩的相片啦吼，7米所翕到的，咱看一页，啊，这是早起时的云吼，海边的早起时的云，下一页，啊，这嘛是迄个早起时的即个云彩，啊，你看云足侪就表示讲外围远的所在吼，开始有迄个水咧走啊。啊，云已经咧来啊，搁来啊！即个是伫拄啊好乌云加瓦来的时阵吼，啊，远的所在像一个水条安尼咧灌水啊，啊，表示远的所在已经开始咧落雨。那下一页就是进前迄暗，啊，进前迄下晡就对啦。我
我是讲，这个所在毋知日落翕袂到袂，真走去海边一个看，哇，迄日落到要到落海的时阵呢，已经，迄个日头已经雾去啊，也毋过看到天顶遐个云拢已经拢金色的就对啦。这是拢那阮迄个所在人一个看讲这个所在天气要变啦，搁下一粒，这嘛是规个云拢咧变化，下一粒。这个云就是讲会产生这个变化，因为伊的这个云彩拢有迄个金色的，表示伊云真加，表示云真加，搁落去，搁落去，这个是伫搁下一页，下一页，这个是拄好伫牧师伫7米的厝的门口就对啦，门口翕落到的。这个方向是南边啦，这南边的云拢已经一直挖来啊，打来啊，因为这个云表示讲这天气变化拢足多啊，这是阮门口的一张树头前迄个云已经挖来。这个是足自然的现象，咱若无为着讲风台要来，你讲哇，这云真水对吧？但是你若知影讲，你有要出去，你要坐船，你要坐飞机，讲哇，这个云麻烦啊，因为有可能飞机袂飞就对啦所以耶稣讲爱查明啦。你要查明时代的潮头，大自然有潮头，你的所种作有潮头，对吧？你的生活上有真多的潮头。有时咱冬天在过，感觉哇，真清幽啦。一个春天要到，南风要来，有的人喺厝的壁就会湿掉湿，对吧？用安尼热天要到啊。有时冬天真清幽，一个南风一个到哎呀，迄个狗遐开始咧扫啦，迄个家雀开始咧走出来啦，因为天气咧变化，这个通拖拢比你较知影。你看到这，你嘛知影讲时期季节的变化。所以耶稣讲，恁拢知啊，恁拢知。自然恁足有知识，但是属灵的知识恁无够。迄个上帝耶稣基督的日子到，恁无咧注意。所以叫咱都爱去注意这个查明这个潮头。耶稣伫马太福音24章32节讲，恁会当对无花果树来学一个譬喻啦。讲当树呢有剪的影开始生叶的时阵，你就知影热天要到啊。因为春天到温暖迄个水气一个来，紧所吸到的水养分一个到，无花果开始会生迄个幼叶幼叶孵出来了后，你就知影热天要到啊。感谢主这是这个伫中东真多这个无花果树啦，无花果树。我知影讲，咱最近食牧师讲，咱真侪会友拢会翕你的相伫 FB 内底讲，你嘛咧种无花果迄无花果有时真好食这是无花果的果子无花果的果子无花果若色会变安尼啥白开啦白开你就知影讲哇，伊开始要收成耶稣用这个自然中上界看会到的自然现象，要甲这个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讲一个真重要的真理，就是恁爱看时代的潮头，唔通戆戆放外就对啦。所以这做事人不要看风势、看分势，伊修成一定歹所以这个譬如对食物的生长的增长，会当看见时令的改变，会当对生活中甲社会中发生的事，咱都爱看这个社会人心的变化，看这个社会的潮头，看上帝对咱提醒什么。咱基督徒唔只会对这个社会有敏感度天气、食物，这是咱自然现象；但是人文社会这个都市的变化，这是文化甲心灵的这个潮头。咱基督徒爱常常去注意到这。无花果树的譬如，就是讲咱生活伫今仔日的世代，这急速变动的社会中间，咱有看见这个时代的潮头无？现代的人趣味什么？现代的人关心什么？现代人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款的期待？对政府、对咱的这个大自然侪变化所以讲基督徒，咱都要时时准备好，伫代志发生的时阵，咱就要警醒。
面对，所以你就徛会牢就对。你有警醒，你有注意，你就徛会牢。啊，所以这个马太16章1到40讲，有法利赛派甲撒都该派的人来试探耶稣，要求伊，互因看对天来的新约。耶稣就甲伊应讲：黄昏的时，恁讲明仔载会好天，因为天色红。第30讲早起时，恁讲今仔日有风雨，因为天色暗搁红。恁都会看出天的景象，哪会未看出这个时代的调头啊？耶稣是用大自然的代志，咧甲因教一个重要的功课。时代的变化，恁拢唔知影。我都有讲过，生理人先来趁钱，伊就会看出时代的变化。即马人兴趣什么，我就已经准备好啊，唔是咧对人就对啦。我这个物件真有效，我嘛来对对咧到底吼，人已经趁了啊，你才开始对，到尾你的物件好是好，都无人爱啊，因为大家人的兴趣无啊啦，咱的兴趣无啊。所以有人讲一个足趣味的故事，讲迄个犹太人因咧做生意吼。真牛哦！有个人伫这条街啊咯，可能安尼平常时真无什么款上市就对了。这个人伫这个所在开一间比种饼店，就另外有犹太人来伫隔壁开一间洗衫店，搁来伊来开一间什么用具的店。慢慢吼，哇！足侪人讲，我若要买物件，都来迄条街就好啊，因为无共款。我一摆行出这个街啊咯，逐项拢买会着。讲这是犹太人的智慧就对啦。犹太人的智慧，不过伊讲吼，华人是安怎？华人讲，我伫这个所在开一间店，无偌久，就另外有人过来隔壁开一间同款的店，拢卖同款就对啦，卖到尾吼，大家相竞争，你俗我也俗，俗到尾讲食到野，咱无人要食就对啦。咱台湾就是一窝蜂就对，所以做生意人伊有理解，伊有迄个家己的知识。耶稣讲，恁爱看出这个时代的调头啦。遐尼四位真正要甲咱遐尼四位呼吁，讲咱台湾嘛是进入到一个时代的大变动的时代。这个故事伫咱逐日看的新闻，伫咱所经历的社会变化，你拢会当知影。大概咱台湾有这几方面的啦。第一，咱的政治搁伫咧大改变的时刻，咱的台湾的内政改革哇！特别最近要选举，真正互咱感觉讲社会足多代志做袂了就对啦。第二，咱台湾的产业经济嘛咧变化。较早台湾是一个安尼人力集中迄个生产的社会，今仔日所有这高污染、高人力的工厂拢徙离开台湾啊！这产业变化一个吼。咱台湾家己承受袂好势呢，因为足侪人失业啊，青年人领到的薪水真低，因为你无迄个产业通支持，你讲我要做我都有这个能力，我都无迄个钱通互你啊，无迄个薪水通互你，我无钱通赚啊，所以失业也是走去海外，已经真自然的现象。咱台湾也有迄个族群的互动无稳定啦。族群就是无共款的族群，彼此袂信任。台湾佫拄着少子化，佫少子化佫高龄化，社会人口分布的压力愈来愈大。咱台湾已经进入到一个生落来，生落来囡仔要来补老人的离开的补袂有啊。所以咱即马人口你茫讲2300万，无一定佫加几年啊，咱剩2200万啊，因为人伊咧减啊。这是咱社会所拄到的这真重要的现象哦。咱知影讲贫富差距嘛愈来愈大，因为迄个趁钱的功夫掌握伫少数人的身上，所以你会看见讲是安尼好野人囝开迄个草炮一只一只。开新，甲去弄着伊佫笑啦。伊就感觉迄只车真个玩具共款。咱是讲好，我几千万的你若当作玩具咧算，伫个眼光内底迄个无算啥。迄个叫做阶级的差距愈来愈大。有钱人是有钱会生杀母就对啦。无钱的后一顿要食啥都找无。你茫想讲即个新鲜是新鲜咯？
那一个厉害发生代志吼，就发生社会的动乱，你敢知影？啊，既然无通食，啊无通我伫社会得到照顾，啊我就出来舞啊，啊无吼，要歹做伙歹嘛。敢有人讲好做伙好诶无啦？啊，若要歹做伙歹，大家拢教，因为吼都无通好食就对啦。啊，这是咱社会稳状诶一种困境。啊，过来咱免讲国际外交经济贸易的对抗，美国甲中国对抗，台湾吼陷着风台，是风台头，毋是风台尾。啊，这拢是咱台湾所面对的，而且区域的和平的精势嘛咧演变，咱台湾绝对无法当离开卡着着，这代志拢会拄着。啊，咱伫面对这个社会变动的中间，咱基督徒安怎抓着迄个精势、气氛的演变，咱就要照上帝所予咱的这个调头来学习，来为主来做工啦。咱把握着迄个福音的契机。因为咱面对着这个无法度通过掌握的这个前景的时阵呢，兄弟姊妹，咱看世间，你的权力、你的财势、你的人脉、你所有一切能力袂通靠的时阵，信仰拄啊伫这阵上界需要。信仰是咱一个上安定的力量，因为当你拄着艰难困苦挑战、甲失败的时阵，你会用透过信仰来克服你的焦虑、你的烦恼。啊！你的身心会当得到稳定，你才会当勇敢突破迄个困境。意思当人的心有空虚，当人的心未稳定的时阵，就是信仰咧帮助的时刻。啊，这是咱基督徒的强项啊！咱爱克服咱家己哦，你爱心灵信心有勇壮哦，你才有气力通帮助别人嘛。啊，所以伫这个社会变动无确定的时代，人所需要就是一个平安的福音，因为社会咧乱，社会咧无稳定，但是我心内有平安，因为我有主通好靠。所以牧师爱鼓励咱，咱唔通想讲，倒来做礼拜则好，大项拢足顺遂真好。是你爱受到一个掉头的刺激，就是这个时阵拄好是传福音上重要的时刻。每一个基督徒爱把握时机，将福音来对外宣扬啦。因为咱看见对这几十年来，咱包括伫教会的环境内底，嘛拄着真大的变化哦。啊，所以咱有足侪时代性的调头，伫咱近来，伫普世教会，伫咱台湾的教会，嘛产生真大的转变。啊，这个故事呢，你若有看见，你若有理解，啊，你就知影讲，哎呀，这是无拍拼，要等什么时阵啊？这时阵无赶紧读录音，是要去等什么时阵啊？这是咱一个上重要的。我看见有一个报道，对1980年以后，差不多这30-40年来，全世界有3个爆炸性的教会复兴啦。用迄个复兴，毋是讲加100人、200人、1000人、2000人，毋是哦。这个1980年代了后，有全世界有3个所在，迄个教会爆炸性的成长。第一是非洲，非洲有遐独立教会，成长了，互咱会惊到就对啦，因为一日就几啊百间、几啊千间的教会咧发生咧，毋是1间2间哦。迄个时阵有一个叫做非洲的使徒去到非洲传福音，迄拢是爱去召一个旷野就对啦，像耶稣伫当时旷野5000人，即嘛毋是啦，是5万人、50万人做伙伫迄个大广场咧听道理。然后我捌看见过来影像真趣味。大家人讲不止，我要受洗，要受洗。牧师遐少要哪洗啊？洗袂赴咧。然后呢，真正去叫消防队，你敢知？叫消防队举护士讲，牧师祝福了，就开始转就对啦。因为袂赴一个洗礼啦。你感觉讲这真奇怪？你去看 Google， 足侪拢是安尼哦。是几百个人信主的。因为安那呢？这非洲的教会已经下一代因无去照当时欧洲的宣教师来甲因传的迄个教会方式在运转啊，因是照因家己的文化，对因家己对圣经的领受，就是讲因非洲人家己开设的教会，有真侪信者，有真侪较无共款，咱看可能袂习惯，毋过因做礼拜啦、跳舞啦，真大的教会发展伫非洲咧发生。第二，咱嘛真侪人有去中国。中国最近这几年因为习近平
足强压的，真侪教会拢互拆去，迄十字架拢互人拔起来，看起来是感觉讲哇，这时机真歹。不过，请会记得，中国呢真侪的家庭教会啊，迄是爆炸性的出现的，真侪会友吼，伊去中国外面是咧开公司，是咧开工厂。啊，无咧上班，无咧开工厂的时阵，是咧做礼拜。啊，当然中国遐个要白啊，也是讲遐个监察人员拢会去查看，遮有咧创啥货无。但是哦，咱台湾足侪基督徒嘛足巧，伊讲中国人吼用啥物办法呢？都先去甲遐公安安打好就好啊。吼，伊是讲做生意做啥拢差不多是安尼嘛。啊，然后伊咧聚会，伊嘛拢知，啊，毋过伊知影讲恁袂甲阮干扰着，所以一间一间的迄个公司。啊，迄个办公室就是咧做礼拜，工厂无咧生产的时阵，就是咧做礼拜。啊，所以呢，有人咧估计讲，中国至少基督徒啊，藏伫地下的基督徒至少有1亿人。所以有人咧讲哦，讲中国有一天吼，共产党的消息，毋是靠武力，毋是靠美国的航空母舰，是靠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改变这个共产党无神主义的遐个干部。有一天，耶稣的福音要改变中国，唔免用武力。啊，这是真侪人伫有测就对了吼。啊，佫一个现象伫倒位呢，就是伫列丁美洲。列丁美洲哦，因遐有这个草根教会，因咱知影讲亚洲啦、非洲啦、列丁美洲，即拢是对欧洲传福音来对无？啊，有一站拢照欧洲的方式伫运转，看起来是袂歹，但是哦，无去掠着迄个草根性。那讲无接地气就对啦，啊，所以因后来因家己发展出来教会，发展啊非常的紧，非常的紧吼。但毋那是世界哦，台湾嘛是安尼。台湾对2000年以后，啊，咱台湾教会嘛大咧成长，包括咱长老教会，咱伫2000年的时阵，咱有21世纪新台湾宣教运动，咱伫庆祝150周年，啊，伫3、4年前，咱就开始咧推动101新培教运动。咱嘛看见，伫台湾的教会慢慢的结连互相合作，啊，教派较早是大家各做家己的啦，即嘛是大家拢相结连。啊，牧师伫台南会甲台南遮的正教会合作，啊，伫高雄的时阵嘛，正迄个高雄的教会无咧分教派啦，大家彼此啊咧拍拼。咱对什么时阵开始？对合作2000年福音运动开始，然后呢，地方教会、中会呢开始就超宗派。城市连结的运动，咱看见台湾的社会较早吼，恁长老会做恁长老会，阮教派阮的教派，但即嘛毋是哦。大家人讲会当接受这个，拢做伙接受，无个分啊。比如讲圣神运动、敬拜赞美，咱若想讲20年前，咱咧敬拜赞美，看咱富强教会人，大家拢袂习惯。但咱现在会唱拍谱啊、俄罗斯吼。啊！你会感觉讲，哎，真自然，因为我的心得着透白啊！啊，这个敬拜赞美运动是咱台湾一个足特别的信仰的现象。搁一项，较早吼，咱足强调台语吼。啊，牧师爱考台语，你若袂晓讲台语，你就袂当做牧师呢。啊，即嘛毋是啊，即牧师都爱考国语，要讲了袂好势啊，你就免牧会啊呢。啊，所以呢，真侪教会，特别是市内。拢已经开设第2场，就是华语礼拜。兄弟姊妹，咱在座你若是20、30年伫咱富强教，你拢知影，咱的教会会友会成长，台语会有进步，但是原因是呢，咱讲华语有真侪少年人伊爱听华语，听较有啊，所以咱加200几个入来听华语的礼拜。啊，这拢是台湾的教会在变化的时阵，过来多样化热烈的基督运动。吼，咱大家去到基督山，去到韩国的基督院，大家做伙热心祈祷，接受圣神的这个转化。台湾的社会的礼拜堂慢慢的转变，大型的教会甲信徒成长。伊伫大都市呢，即马千人的教会已经真普遍啦。啊，照统计，几2、3年前统计，千人的教会已经72间啦。吼，有7000人咧聚会哦。基督徒人口。无限天主教已经146万，咱台湾的长老教会才20、30万尔。较早讲咱长老教会是全台湾上大的教派，即马咱无啥加遐红声，因为吼
遐独立教会，因为一间一间嘛，吼，你若合起来吼，有140几万，啊，咱遮占偌济，咱讲30万好无？啊，咱1/5尔呢，咱顶多教会才1/5尔，啊，你是啥？遮人是安怎走出来？时代的潮头，台湾人已经克服较早拜祖先，也是对教会基督教是外国宗教迄款的观念啊。新的时代会当对教会领受到迄个祝福，所以咱台湾的基督徒的人口已经占6.35%啊，毋是较早咱定讲3点几、3点几，已经加倍去啊呢。啊，这是咱看到这个调头，啊，咱佫才知影讲啊，迄个圣神的工作，无过再是魔鬼的教派，迄款的专利，是正人拢会当接受讲，咱基督徒对了理性的人物信仰、真理的迄个造就以外，你佫还有心灵的开阔，圣神来做工，来带来医治、带来透放、带来祝福，大家人拢会理解，包括咱的教会。啊，所以迄个内在医治甲圣力、圣神，这拢真侪教会无搁排斥。啊，所以台湾伫最近这120当嘛是兴起往韩国、新加坡访问的迄个热潮就对了，因为教会小组开始咧变化，用小组来造就人，用小组来传福音，用小组来关怀，用小组来牧养。啊，这拢是咱台湾这120当所发生的代志。咱兄弟姊妹。咱富强教会嘛积极咧推动什么呢？门徒的训练，今年是咱门徒训练的元年嘛。啊，咱已经有120组的细bài小组，这小组因所做的真侪工，互咱感觉心内真感动。因为吼，因传福音、因带人、关心人，迄个使命感甲热诚拢出来。我会记得讲几啊摆，咱看见啊高雄的福气教会。因推动幸福小组，啊，就是讲用小组来传福音，吼，咱在座嘛有兄弟是因为幸福小组来信耶稣的，啊，因这间教会，敢若旧年就传福音用幸福小组1000人信耶稣，1000人受洗哦，啊，真正是上帝咧做工，无用人的办法，真正困难，啊，所以兄弟姊妹，咱最后要呼吁咱正大家3甲5分。咱看见牧师所讲的大自然的调头，佮进入到咱社会这个人情世事的变化的调头，佮接受咱教会现在伫最近这120当传福音，侪人安尼决志来信主，迄是几十年前咱感觉做袂到的，今仔日拢伫你的眼前发生啊！那安尼，既然福音，侪人愿意接受福音。啊，都爱咱这群人去传啊！伊敢会讲伫街路行吼？有啦，有人会主动要来教会，有咱教会也定啦，拄着讲，有人看网络要来教会，迄是上帝感动伊家己自然要来哦。通常拢是因为你好的邀请，你的关怀，啊，你的引带，侪人要因为安尼来认捌主，领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所以，咱毋望兄弟姊妹大家看见时代调头。看见福音的契机，咱开始彼此传达迄个传福音的热诚。咱透过小组事工，培养传福音的使命感。大家咧感觉讲，哎呀，我会当带我的朋友、带我的同事、带我的亲戚来信耶稣，毋知偌好诶。咱真侪会友哦，你拢会特别引带你的亲人、你的囝儿事说讲，咱做伙来富强教会，大家做伙来追求信仰。啊，这是因为你有心意，请会记得。有2项重要的原因，第一项，若无圣神做工，有时咱做拢无效果，所以你要求圣神感动，感动你要引出来的人。第二，咱就是真做上帝设计的工具就对了，伊的器具，你用听去接纳去欢迎。当你听一个出来，圣神就开始做工，就亲像咱讲化学作用啦，因为你有听的呼调，有听的引出。圣神就开始伫你关心的人中间开始作用，啊，所以是啊，有的教会传福音有效，有的教会嘛是咧传，啊，毋过都无圣神工作啊，所以咱都要求圣神感动咱，有热诚，而且你用听，用迄个无限的关怀，互受邀请的人去担着圣神的恩典的滋味。真希望
咱大家作为彼此勉励讲，咱作为领受属天的大使命，也通真做咱正教会的祝福。啊，是咱教会一个使命宣言就对了吼。咱教会嘛讲，咱会人往这个方向，大家人领受大使命，而且呢，祝福正教会。望这个天气变化的调头，无花果树的调头，互你引起一种感动，讲啊那安尼，伫我的身躯边有真侪人需要福音，这个调头我会赶紧抓，互主的福音传扬伫众人的中间。